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2章第8节到第3章的第3节，启示录第10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吃这本书。以西结先知的背景就如同经文一开始所说的，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被放逐，然后是被掳到巴比伦就政治上来说，就是一个国家被灭，国王被抓，人民被掳。但就信仰角度来看，他们是因为背离了上帝的真道而被上帝给放逐了。重点在于以色列人从王到人民都违背了上帝的真道，去敬拜了偶像，这正是以西结的重点。在今天的经文最后，上帝的吩咐，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2章第8节的到第3章的第3节，这样记载：第34年4月初5，我跟流亡的犹太人住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。那时天开了，我看见上帝的异象。这件事发生在约雅斤王被掳后第5年。我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听见上主对我说话，并且感受到他的能力充满我。第2章第8节，必朽的人啊，你要留心听我告诉你的话，不可像他们一样的悖逆，你要开口，把我要给你的东西吃下去。于是我看见一只手向我伸过来，手上拿着一帚书卷。他打开书卷，我看见书卷的正反面都写着字，上面所写的是哀悼、叹息和悲痛的话。第3章第1节，上帝说：必朽的人啊，吃下这卷书，然后去向以色列人说话。于是我张口他把那书卷给了我，说：必朽的人啊，我把给你的这书卷把它吃下，填满你的肚子。我就吃了，这书卷像蜜一样的甜。上帝要先知将这书卷吃下去，然后向以色列人说话。这书卷其实就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话语。类似的启示文学记载当中也有记载了相同的教导。启示录的第10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一位强壮有力的天使从天而降，将一卷展开的书卷交给约翰。约翰接过来吃，果然就如同以西结的感受一样，如蜜一样的甜美。我又看见一个强壮有力的天使从天而降，他披着云彩，头上面有一道彩虹，他的脸像太阳，腿像火柱，他手上拿着展开的小书卷，他的右脚踏在海上，左脚踏在地上。他高声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。他一呼喊，就有7个雷声发出回响。我正要把7个雷声所说的话写下来，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7个雷响所说的话，你要严守秘密，不可记载。这是以后我所看见的那一位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，向天举起右手了。就是那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发誓说，不会再延迟了。第7个天使吹号的时候，上帝要实现他向自己的仆人先知们宣告过的奥秘。后来我听见先前从天上来的声音又对我说：你去，
把站在海上和地上那天使手里展开着的书卷拿来。我走过去，请那天使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：“拿去吞下，你的肚子会感觉到苦，嘴里却像蜜一样的甜。”我从他手上把小书卷拿过来吃了，嘴里果然甘甜如蜜一样。可是等我把它吞下去，肚子里就真的感觉到苦。天使又对我说：“你必须再次宣布上帝对各民族、各国家、各种语言的人和君王所发出的预言。”上帝的话是甜美的、爽口的，但也因为被掳而悲痛的苦，但不是生硬的教条，而是让人家能够下咽、吞得下去、消化得掉的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在绝望中求告你，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哀嚎，求你听我求助的声音，求你记录我们的罪过。谁能逃避惩罚呢？然而你饶恕我们，因此我们就应该要敬畏你。我迫切等候上主的帮助，我信靠他的话，我仰望主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是的，比守夜的人等候天亮还要迫切。以色列啊，要信靠上主，因为他有不变的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，脱离他们一切的罪恶。感谢主时刻的提醒我们要遵行你的旨意，将你的诫命铭记在心，使我们能够活出合上帝心意的生命，得到永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